答应伯爷救郡主并非不可，但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退了婚事，再不与班家有瓜葛；那第2个呢？助武德殿下登上皇位。若是我不答应呢？世心之夺9日则发，祭祀至今已是第6日，余下的这几日，伯爷可要抓紧了。解药拿到了吗？我没有拿到解药。爹，老爷，对不起，是说，是我们无能，还请你们原谅。不怪你，兴许这就是画画的命。你为我们班家所做的，我们都铭记在心。起来，起来吧。画画对你情深意重，你就再陪他好好说说话。